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上午进行最后一天的自由发言，由议员赖慧媛加李坤宏联合质询。会中议员针对环保局委外审查的业务提出探讨，不管是遴选委员的产生、审查案件的时程，议员接到一业者陈情，认为案件审查为一拖再拖。甚至有委外审查公司搁伫环保局上班，造成同业的互相排斥。一个遴选委员的一个产生，跟一个审查公司在你环保局那个据点，其实我们真的就是看出来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这个是同行在布局呀，同行在布局呀。我只要挡住了你别人的案子。别人的案子的话，我可以照样，就是整个这个市场是垄断性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啦，审查的。所以本席有几点要求：第一点，以后专家学者遴选审查委员，希望由局长自己决定，这可以吗？可以。第二点，委外审查公司能公开招标，审查人员需有相关审查项目国家考试及格的证照。议员，这个是公开评选。因为审查公司所有人员都在环保局里面上班，他说带着环保局的识别证去外面集合，去外面审查。所以这个环保局的识别证有两种，一种是绿色的，一种是红色的。绿色的是公务人员，红色的是委外厂商。本席认为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第三点。委外审查公司人员都在立功啊，不得佩戴跟我们环保局正式人员相关的一样的识别证。对此，环保局长林建山表示，因为碍于人力甲设备，确实有真侪审查拢是委外办理，不过全部过程拢是公开招标，而且审查的时程嘛拢有上网公开。他当然基本上是按照法令规定，然后经过一个公开抽签或什么样的方式，这绝对不是说某一个人可以决定委员。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叫审查委员，审查委员是真正在审查那个案子。那审查委员他已经不是按照法令规定必须要公开的，所以就有可能会发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就是承办人员他往上切，说审查时间过长，审查问题没有一次提出这个我都有要求，就是说我们开审查会的时候必须在2次里面就要把它做个结束。所以你有做这样的一个管控吗？2次。我们有做这个管控。因为环保局劳务采购甲限制招标公开评选，一年拢有几十亿的预算。议员李坤宏建议，未来公开招标的审查项目，除了爱具有国家考试的证照，另外嘛要求委外人员不得伫环保局上班，并减少委外案件的办理。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来到，为着要向母亲来表达出亲情的祝福。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伫咧1楼门诊大厅办理着无尽的爱送给母亲宣导活动。要来向全天下的母亲传达出满满的感恩之情。同时，病院也办理侪宣导的活动，呼吁大家爱戒烟、戒槟榔，照顾好家己的身体，才当进一步好好来照顾妈妈。平常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感念妈妈的照顾只是说妈妈一平常都是非常的忙碌。那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当中我们特别齐聚一堂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一起来特别感谢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母亲。那在座也有很多一些也是当妈妈甚至当阿嬷的不管是病友家属或是我们同仁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祝会当中，大家互相分享自己家里的一些温馨的一个快乐。那也同时在借这个机会我们在医院也办理一些戒烟戒槟正风还有关心同仁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借此这样一个母亲节的一个活动可以大家能够更多的一个互相关心那让我们的整个不管是在医院在整个社会的一个
关系能够更和乐。现场嘛安排了侪侪表演活动，运用着歌声甲舞蹈，互温暖的气氛传送互现场的每一位民众，互因会当感受到母爱伟大，珍惜甲妈妈做伙时光。咱的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台糖中央酒店、警察局第1分局以及江南度假村10号这天联合举办母亲节百人关怀赞助来的活动，希望会当募到更较侪热血。主办单位为了感谢民众的付出，分别提供饭店自助餐券以及伴手等丰富的礼品，嘛互真侪民众一透早就排队等着要关怀。5点半我就先过来了。那怎么知道你过？看报纸。今天特别想要来捐血的原因？因为我是有在累积次数的，然后正好到昨天已经可以到下个档期了，所以这是我第42次的捐血。目标当然是要破100。为了响应这次的活动，台糖中央酒店嘛有总经理吴建明带领50位同仁做伙关怀做爱心。台糖长荣酒店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台南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挽起这个衣袖，可以捐血一代救人无数。那这一次我们台糖长荣酒店秉持的这个回馈我们台南乡亲的一个做法，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大家来一起热血捐给我们的台南地区的所有的民众，也再次的感谢大家。主办单位嘛希望这次的关怀活动会当募到150地以上的热血，嘛鼓励社会大众爱踊跃关怀，不但会当救人，嘛会当促进家己的新陈代谢，好处真多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安南第2爱心停车站开站服务满1周年，陪伴当地近60位失能、失智、失忆的长辈，为感谢在地长期支持的善事甲义工。10号这天，伫海淀里活动中心举办建站1周年感恩大会，邀请华山基金会服务的弱势长者，以及安南区长颜成奇、爱心单位旭升光电、精神银行到场同乐，做伙关怀弱势长者。非常感谢今天邀请到大家来，就是参与我们这一次建站感恩1周年的感恩茶会。那主要这次茶会呢是逢母亲节，我们希望能够带到弱势的长辈，一同跟我们的光辉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同来参加我们这个茶会，然后一同欢庆我们的母亲节。那今天我们安排的这个部分呢，现在在背后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在带着我们的长辈做一个那个母亲节的相框，然后把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回忆，拍成照片放到这个相框里面，希望说能够带给他们快乐跟幸福。那我们对，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能够感谢我们长期协助我们的善事跟义工们。那主要就是说，也希望说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对于弱势长辈的重视，然后进而协助我们的弱势长辈，然后一起来爱老人。那每个月只要1250的服务经费，就可以协助我们一直持续不断的协助我们的弱势长辈，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这样子。华山基金会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互助的模式，做伙关怀3死长者。基金会嘛呼吁更较侪企业团体甲善心人士加入爱老人的公益行列，一同守护长者的未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在当前桂林文化中心拄落成的时，曾经邀请在地艺术家林志信对开幕第一档来做演出。伫桂林文化中心20周年，搁再邀请林志信老师再来芬芳报道南部系列作品，对着观众有真重大意义。所以它有2件非常重要的史诗般的作品，一件是《亚妈咒》，那另外第2件作品是最近在前年嘛才完成的，就是《芬芳宝岛》。那这更是史诗般的作品，有248公尺，248公尺哦。那其实是将台湾宝岛1950年代的美好，把它记录下来。我想这2件，我们称它叫做史诗般的作品，也就表示说，它不是一般的所谓的艺术创作的作品，其实它是一种所谓的史实的记录的一种作品。伫桂林安霞厝出世大汉的艺术家林志信，对了这块土地有真深的感情，所以开了25档的时间来创作出长度248公尺的大型画作《芬芳宝岛》。这摆伫桂林文化中心展出南部系列作品，都希望唤起大家疼惜这块土地。我非常感到我能够生在我们这一块美丽的宝岛的土地啊，是一种福幸。也许下辈子我不能来了，既然来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我要回去的时候要留一点卡夹给以后人去看啊。特别我要说，这个芬芳宝岛花了25年啊，25年跑遍南北每个地方，到处跑遍，到处去记录，到处收集资料，到处访谈。所以这个时间花了10几年，真正创作是7年，这20年为什么不停的一直在想做一个事情来回馈我们台湾这个土地而已，不是说我画家想办法如何去赚钱，如何去推销，我没有这样想，我要种生命再回馈我们这一块的土地，我走来以后，人家会看到台湾过去这么美好的。这摆展览嘛，将展示乡土的版画、油画、陶艺甲雕塑，总共100多件画作。展期对今仔开始到6月3号，希望透过这作品，将台湾的乡土民情延续落去。台湾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大观庭树顶行政宫多年以来非常重视文化产品的学术研究，甲文化信仰的记录甲保存。庙方已经甲成功大学人文社会中心合办过6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再次扩大，以着世界保生大地信仰文化为主题。上午庙方甲城大再次进行着合作签约仪式，有祝着合作的过程会当真顺利。我们今年来讲是第7年了。以前呢，总共举办过6次了，有4次我们的论文得到第1名。我们的论文得到第1名。今年呢，因为我们兴济宫呢，在去年筹办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总会，所以呢，总共在半年的期间呢，我们就邀请到325家公庙来参加成立世界保生大帝联合这个公庙的总会，所以呢，因为这个因缘我们就邀请成大一起要办这个保生大帝的信仰研究，承蒙我们成大继续的主导，所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今年也打算邀请。还有跟大陆的金门大学合作，还有大陆的闽南大学，总共准备要邀请15个国家70几个教授呢学者来参加。今年这场国际学术研讨会预计将会邀请9个无同款的国家，总共70位的专家学者，会发表24篇的论文，来共同研究保生大地的信仰文化，
对大陆到台湾的发展过程。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甲肺结核比较，肺中的肺结核分支杆菌感染，连医生嘛拢感觉真歹治疗。虽然这种的感染无像肺结核会人传人，不过因为诊断困难，加上药物的复杂性甲抗药性，只干那用药物治疗是无够，有时必须用早用外科的手术来切除病灶。非结核分支杆菌的药效果其实。很多菌株都对一些药会有一些抗药性的问题，不同的菌株有不同的抗药性，而且它不会像肺结核那么好杀死那些肺结核的细菌，所以单用药物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那现在我们能够帮忙提供的协助，就是说外科医师的角度，就是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尽量把它去除掉，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这样手术的介入是会对病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留下一些像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那反而就不好。所以一定还是需要我们去评估过这样的病患适不适合手术去介入，适不适合接受这样手术去把它切除掉。所以才会刚刚讲说，我们的病灶是需要不要太广泛，不要影响太多地方，不然你把这些病灶都切除，意思就是拿掉很多健康的肺脏的时候，那反而病人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变成说长期需要氧气，那这样反而不好。医师强调，虽然肺结核分支杆菌的治疗只干来靠抗生素甲开刀，但考虑年纪、身体状况甲有扒罪风险，就需要进一步来评估。不过，甲传统的开胸腔手术比较，现在用个透过胆孔胸腔镜的辅助手术，不但空缺少，而且恢复的时间嘛较紧。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